各位兄弟姐妹平安。台语毋是讲介绍啦，是看六合三劫甲苏言文学的啦。因为国中的时候较无爱读册哦，所以拢走去看布袋戏啊。所以下晡拢伫看苏言文，所以个台语是对遐学。内面若讲了无啥好的所在吼，请多多原谅包涵一下哈。感谢上帝，阮有机会会当徛踮遮来分享上帝的话，毋望咱大家拢食做耶稣需要的人。这就今仔日的这个题目，我先甲阮的亲人歹势，因拢一句台语拢袂晓讲，我讲南面会用国语啦，迄个后场后场要来用国语。我是属于这个头一个中会下的这个文兰教会，阮伫玉昌市行院边仔的这个部落，叫做文兰教会啦，文兰教会，所以遐的信徒拢是头一个族的，拢头一个族，头一个族即嘛是有3万千几个人。所以伫我遐做礼拜吼，那坐的是阮差不多80几个人，坐的是这样的，因为大家拢伫做工课，拢出去。青年阮差不多有30几个，因为厝诶较无讲介顺序吼，拢伫打工啊啦，连国中嘛去打工呢，国中拢伫礼坛打工，伫牵迄个船啊。看准风济安尼，拢做这个吼，所以不能教会是安尼。不过我伫遐了后吼，阮的亲人拢足听我的呢，敢若看到爸爸共款吼，拢陪我。我就讲安尼好，我来和恁做伙，我要带恁出来佚佗，带恁出来看看咧，别人的教会是安怎长大的，咱欠缺啥物，咱爱学的是啥物，嘛互别间教会看到咱的需要，那么就看到咱的活泼，所以咱来做一个交配，因为足欢喜。旧年就开始安排讲要来恁遮呢，旧年都讲要来吼，所以一直期待讲要来遮，所以我就是想讲好啊，咱来，我来分享，伫这个传福音这个宣教路程中。耶稣绝对需要每一个人食做伊的所需要的人，所以我要用这个题目再来分享。头一个，迄奇怪，耶稣要出来做伊的工人，要改做迄个传福音宣教的人，是安怎要找一个迄个讨海人啊？要掠鱼的人，要找即款人，是安怎？迄阵敢无博士，敢无读册人？迄是奇怪，耶稣应该是去找利未人吧？应该是去找法利赛人吧？是安怎要找一个掠鱼的人？我就一直伫想讲，一定有意思，一定有耶稣的意思伫。应该大家拢知影讲，我这无爱读册人，你知影我啥物毕业的无？第一届国中毕业的，其他拢无读个呢。是以后讲上帝呼召了，我才去上学读册。对预科开始呢，补习啊，补习补高中的，高中了才来去读育成呢，汉万人了，吼。奇怪，我就想讲，上帝选就即款的人啊，所以耶稣头一个需要的人，我毋是讲读册人无用，我毋是哦。迄阵耶稣是安怎要先带即款的人，所以一定有特别的所在。所以我就是看着圣经，咱看着圣经讲，耶稣开始要招伊的门徒的时阵吼，伊看到是安德烈。西门，爹你也忙啊！看到约翰，
甲伊的兄弟雅各，伊伫帮忙啊。因这耶稣要成全这四个人呢，是安怎？照圣经的迄个写法是讲，伊是规暝拢拍无鱼啊呢，掠无规暝掠无鱼啊呢。啊，即款的人要耶稣要甲招呢，哦，所以我即个掠鱼啊吼，我想讲咱长辈毋知，咱伫溪边尔嘛吼，捌掠过鱼啊的人举手，无？哇，有呢，掠鱼啊无简单，啊，我亲身感受呢。31、2年前，我对玉成毕业，我派去礼坛边仔的世间教会，迄个教会叫做明湾，啊，开始做礼拜是阮几个人做礼拜，敢知？啊，阮6个人做礼拜，一个是我啦，一个是师母啦。一个是在地长老啦，啊，佫3个是啥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哇！我讲我来遮哦，因为中会甲我派遐做礼拜，阮6个人做礼拜，我讲无要紧，反正有迄3个伫个，一定好诶。我伫遐去做礼拜呢。1个月了哦吼，我领社礼安尼，迄阵做礼拜就10几个人啊啦，啊领着社礼足欢喜个，头一摆社礼，甲领着讲，我要转去休困，啊转去伫外口细厝啦，迄细厝是3000啊，1个月3000，啊了我转去困的所在了，我足欢喜啊，拍开咱的即个社礼，要互囡仔买物啊。我甲拍开，哇这1300啦，1300块了，哇！我开始烦恼啊呀，嘿，2个囡仔呢，啊，加在佫一个某尔讲，啊，我讲哇，这边的生活。啊！我迄阵真正油头壳面呀，我都行到这个礼坛细细的遐散步，看后悔要安怎生活，我要安怎落？啊！你油头壳面那个头咧咧的啊，结果吼，有一个高尊的迄个传道书伫礼坛内底，伊就看到我讲，少年嘞，起来啦！伊就高船靠到边仔来，叫我就伊的船。我讲好啊，我就去你的船。伊讲安怎油头壳面？我就甲情形甲讲，我今日领社礼。伊讲这好啊！我领着社礼，毋是足好诶。哎呀，不过才穿衫尔咧，要食啥？伊讲介济啊啦！伊讲我介济啊咧，伊讲摕去买房啊，叫我摕去买房啊呢。伊讲上帝早就替你预备好啊，这礼坛内底拢是鱼啊，上帝替你准备的啦，所以你去买房啊。结果迄阵吼，我好啊，我有感动呢，叫我带我的穿衫的就去花莲市的这个鱼具店吼，去问，因为我无权嘛，我甲恁牧师差不多啦，身材拢安尼安尼吼，所以我介好就是身材同款的款。迄个时阵我就去鱼具去找讲，奇怪，安尼像我身材，他们2载半的空的这个网啊，应该会使哩啦。我讲好啊，我甲问。无管差不多买12尺都有够啊啦，安尼好啊，买12尺。我甲问，伊讲偌济，你敢问？1200啦，
哦，我伫外口咧行来行去，到底要甲买啊？无要买啊！啊，我若买起来，我就剩100块尔咧。啊，迄阵我就讲，啊，就想讲，迄若千字摕转去买物啊，就2、3工就了去啊咧，啊，都无去啊。我若免一日网仔来，我常常有鱼仔通食呢，对无？讲啊好啦，甲喙齿甲买起来啦，啊，等于来开始伫这落你谈的这落草坡，这里有野网啊。迄阵开始，我就开始食鱼啊，先拍了，一定爱有鱼啊哦！你若无鱼啊，你若要食啥？一定要鱼啊！所以暗时我拢去野网啊咧，野咧，太太咧，聊咧，迄拢放喺冰箱，哦，准备早起食鱼仔糜啦，中昼时食烘鱼啊啦，暗时哦，甲来煮汤啦，剩的汤都顶工煮鱼仔糜啦。啊，你敢无？我食遐好咧，对无？别人无咧。不过我伫掠是一定爱有鱼啊呢。彼得甲西门因伫掠鱼啊，伊迄是偌大的这落加利利河偌大，伊敢掠有鱼啊？伊讲规暝拢掠无，哇！我想讲伊表哥较艰苦咧。耶稣需要就是这款的人，坚持过耐劳、刻苦耐劳的人。为什么咱的教会都是安尼来呢？在座每一个长辈，互咱的教会会当徛踮遮，拢通过咱这个刻苦耐劳的信徒伫遮咧支持。耶稣就是需要这款的人，所以头一摆伊先找这款的人。第二项，耶稣是安尼要找这落掠鱼的人。第二项就是有心的人，唔是有心哦，心啊！我就今日台语讲唔对去，差一线尔。好，要有心呐，无心无大。啥啦？我看到耶稣拄着雅各跟约翰。像你经历什么希望啊？人讲掠鱼的人吼，出海掠鱼3工转来，爱拍网啊、捕网啊、整理网啊，爱5工的呀。真正的啦，迄毋是你网啊来都有啊，都凊彩吞的，凊彩藏的就好，毋是呢。要出海前，爱你拢先整理好好的。你若凊彩你。也去掠无鱼哦，一个破空都袂杀你哦。因为鱼啊，毋是伊的目睭是像咱老花眼睛共款啦，老花啦，伊是对这个倒位迄个水的流芳较大，伊就对遐走呢。伊毋是讲倒位有空，毋是咧，伊用感觉的呢。哦，所以你若无整理好好，你若无补起来。袂散，你爱安尼足仔细的看好清楚，有空无？有卡着的无？有空的是你要坐落开去补，唔通手哪能无输安尼啊？我有一摆要来做要做礼拜，我爬徛了，我就逼开啊啦！逼开了，流骹水互信徒看。歹看呢，都无靠啊咧，规气摕啥物你敢知？订书机啦，我就用订咧，起来了，我听到奇怪，那个凉凉，我忘去啊啦，迄补课你可能会使呢，鱼啊袂使安尼咧呢，袂使安尼。我有一摆，因为我的丈母要来。讲要来看阮的生活安怎？我想讲要展现讲，我无互恁查某囝枵啦，我有鱼仔互伊食啦。迄阵暗时佫去先等一寡迄落幼料去理摊，结果伊讲明仔载要来，好，今日是先掠鱼仔串咧。迄暝吼，
我就去拍。迄空我毋捌你拍，我讲遐乌哩啊，应该鱼仔拢伫遐咧。佢摇落了哦，要甲挽起，我挽袂起来啊！到底是大鱼啊，是啥物啊？拢挽袂起来。我就说哇，我袂得来呢，拢袂叮当呢。我若要唱酒味落，网啊可能抓袂起来，我的命顶悬爱加一个句啊呢，敢是？嘿啊，顶工才有人要来甲我带起来，都命爱加一个字啊咧。哦啊，这危险！啊，我甲大咧甲压起来，哇，有啦，压起来啊啦，一尾鱼啊，结果看到我的网啊，哦，破个遮大坑，哦，说坐遐，马上恁的肝就起来啊，起着网，目可红。破甲这大坑，想要保无半项，啥人知阮苦痛？哇！手唱咧强要扣起来，因为我迄个月也袂了咧呢。哦，足红个。我转来了，开始学安那保网啊。我学一礼拜呢，我找一个师傅，带迄个船都教我的。一个命就2-3点钟才保好呢，保到你看袂出来，我伫倒保会倒呢。不过即马袂晓啊啦，可能即马还阁用订书机啊啦。伫教会宣教的路上，都是爱用这款的心，有心的人。咱看到教会足侪有破口的所在，足侪咱需要徛在破口的所在，去互咱宣教路上更较顺遂。即马山顶教会拢有这个安尼。弄麦克风安尼，还阁讲求，还阁无线的呢，对不？迄就是信徒看到讲，这需要，教会需要，所以少年人嘛共款，即马安尼袂使咧，你毋是敢若靠更强啊呢？即马还阁鼓啊呢，还阁电吉他呢，看到这大家拢开始讲，哦好，有啥人去传，去准备奉献，互咱。少年呢，伫这个服侍的时阵，更较活泼。这就是教会拢是安尼来，所以上帝需要除了刻苦耐劳的人，还阁啥物？还阁有心的人。第三项，毋是有心就好，毋是刻苦耐劳就好，还阁愿意互上帝。和耶稣招来做伙对伊来传福音，这对啊呢？有人咬讲尔啦，咬想尔啦，叫伊踏一步，佮叫伊牵一手，种硬呢，骹壳足重的咧，福音安尼就无法度传落来。咱的长辈安尼直直来，甲即马我看到的，亲身去看到的，教会发展，拢是足侪人愿意对耶稣的呼召，做伙来传递宣教的事工。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有教会安尼，阮原全教会会当讲是19世纪什么？奇迹。奇迹，每一个部落拢有一间教会，拢有一间教会。迄个传道去啊，对咱这个教会来的，马街伊传了福音了，传到阮这个塔鲁国中会，阮的迄个什么期望是来恁家读册的呢？那叫什么牛津什么？牛津学堂。期望起来这读册呢，
头一个原住民接受上帝奉是伫恁遮呢，来遮读册了，等于部落了，开始传福音，传到每一个部落拢有呢，啊，每一个部落拢有，因安怎来的？拢是愿意奉耶稣用，做伙将所有分传递到教完全教会，所以阮的教会嘛要70年啊呢，啊，所以感谢上帝，毋望在座的兄弟姊妹继续支持替耶稣传福音，咱食做耶稣所需要的人，都要支持恁的教会尔，啊来支持阮原住民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嘛会当继续坚持伫原住民部落，总是伊较坎坷，需要大家支持。我知影袂使讲介济，咱讲到遮，毋望上帝的话，定定咱的心肝，继续支持。三个来祈祷。Hawaii sebagai taman negara balau, baru pada kelasun Hawaii so， 天父谢谢你，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淡水教会台上一起分享，让我们成为你所需要的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真的需要更多的同工，真的需要更多的人愿意成为您的帮助，成为你的手，成为你的脚，成为你的助力，散布在整个台湾、整个世界。协助我们，使你的国成就在全台湾的各个部落。献上交托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